今仔日是新正年假的头一天，不过却是传出意外的消息。在台中的逢甲商圈有一间做食的，在换甲事的时阵，煞熊熊导火，有一个人面烧着伤。然后依然有一对假地仔咧拆包裹的时阵，包裹熊熊爆炸。目前警方已经咧调查包裹的来源。将对用水条向店内喷水拍火。春节连假第一天，台中市闹热的逢甲商圈，伫文化路的一间汤包店，中昼12点左右发生火警。一个雅士行64岁员工伫咧换雅士桶时阵，敢若是因为雅士管落去，雅士漏出来，火会点多，停伫门口的奥多巴也拢烧害。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准备要关的时候，已经越泄越大，已经关不起来了，然后就爆炸了。这间店面是伫60楼的1楼，楼顶拢是出租套房。上人员到现场了，赶紧拍火，并且将已经烧到扬起的2个雅士桶继续喷水降温。汤包店2个伫咧出料的员工好加再走出来，上港市的面0.5趴一度烧烫伤，侪仔人送病院。烧融的现象，它目前瓦斯桶正在漏气中，那我们使用洒水降温这样子。宜兰市黎明路一栋平梯早起11点多发生气体爆炸，一对70到66岁姓杨的假地仔，甲不明包裹透开的时阵突然间爆炸，2个人的面、身体和颈椎的玻璃罐着伤，送病无性命危险。他是说他前几天有在门口有包裹，下意识就把它收进去，就不理他。那今天刚好有空，他把它拆开啊，就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那就发生了这样的灾害。因为现场好像疑似有爆裂的情况，那现场伤者的正面就是都有撕裂伤的状况，那我们就赶快将他做包扎肢解，然后尽速送往医院。受伤的人讲，2天前出门口采一个包裹，这个地址无写啥人收，第二期出来到10时才来透开，普通时也无个人去完收。警方接到报案是封锁现场，厝边讲2个月前保护身份人伫咧附近坐来坐去，警方已经成立专案小组。他们是在拆一个类似包裹的物品，那至于说这个包裹的来源，这个我们要再做确认。警方讲，这个包裹不是用起来，是嫌犯家己送到门口。监视人员伫咧徛架边边有发现火药成分残留，研判包裹就是玻璃杯。另外，爆炸现场也有一个电脑棒，就确定是玻璃杯的，也是其他家电的。宜兰地检署是已经启动防范危害公共攻击应变机制，指挥警方扩大调阅监视器调查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